新台病院牙周病科的医师丁群展表示，台湾患者对着牙周病的治疗需求愈来愈增加。根据卫生福利部的调查，台湾成年人牙周病的盛行率高达8成，其中一半拢是属于较严重的状况。重度的牙周病的牙周囊袋深度较深，而且伴随着齿槽骨严重的破坏。过去除了靠药物抗生素的治疗，现在还有针对细菌的光动力疗法，提供患者新的选择。牙周病当然你要先经过这个传统的全部治疗完之后，那如果还有很深的，或是说还有不太，治疗没有完全的部位的话，那除了手术或者我们吃药之外，那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雷射的光动力疗法。好，那雷射光动力疗法是属于无痛，然后也是很快速的治疗。那效果目前来讲也是非常的卓越。那虽然需要一点费用哈，但是在治疗上，我相信可以带来国人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方式。对，相对于手术来讲，它是一个非侵入性的，对，它只是把药剂放进去。那但是我们要用一些雷射的光束能量来激发它的药剂的效用，来达到里面杀菌的一个目的。医师表示，虽然抗菌光动力疗法搭配非手术的牙周性治疗，会用明显来改善患者牙周炎的症状，但要达到好的牙周治疗，一定要规律来回诊，接受牙周例行的检查，甲着治疗以外，平时做好正确良好的牙齿清洁，才是控制牙周病上好的方法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